多謝各位俾意見，我將生物機甲手冊咧改良做身心健康手冊，製造一個老友記版。題目：點解心碎會胃痛？簡單講身體嘅情緒反應。呢個版本咧特別適合咧老友記，因為字體會更加清晰，科學嘅解釋會更加通俗明白。好，而家開始。第一章，受氣嘅時候心悶胃痛，係身體咧係正常嘅警報嚟嘅。叔叔阿姨有時會問：喂，我俾人講幾句啫，心跳得好快，個胃咧又揦住痛，我係唔係個心力唔夠強大啊？係咪身體出咗啲毛病啊？好，我哋科學角度講，唔係身體差，係身體嘅警報器咧太過靈敏，受氣嘅時候咧，佢自然就啷啷啷咁響啦。對身體嚟講，俾人哋冷落講幾句，同埋咧你真係撞到個牆啊，撞到台角啊，你個疼痛嘅地方咧係一模一樣嘅，都係叫做受傷。曾經喺2003年嘅時候，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咧嘅社會同埋情感神經科學實驗室就發表咗一篇嘅報告。呢份嘅研究咧就係講清楚我哋受到呢一種氣嘅時候，同埋真正身體撞到嘅時候咧，嗰個嘅感覺係一模一樣嘅。詳細資料咧，我會喺呢段片最後嘅時候咧同大家講解翻。所以心痛咧唔係講笑㗎，係個大腦話俾你聽，個身體真係感覺到痛㗎。身體咧感覺到唔開心咧，其實個時間觸發點咧只係幾十毫秒嘅啫。咁呢個大腦嘅警報咧就會響起嚟，你就會突然間心跳快咗啦，個胃都叫痛起上嚟啦。第二章，點解少少事個身體反應就好大咧？阿叔阿姨你都可能會問：一句説話啫，人哋講一句，個身體就反應咁大？係啊，呢個咧真係人嘅幾十萬年嘅習慣嚟嘅。佢係我哋以前古人留低嘅時候，我哋身體自然嘅反應。以前嘅人呢，俾人哋冷落呢，其實好大機會面對一個非常之大嘅危險。咁因為以前係群居噶嘛，喺個部落度有好多野獸喺側邊噶嘛。咁如果你係得一個人孤軍作戰嘅話，你點樣面對呢群嘅兇猛嘅野獸呢？而家我哋身邊呢，就冇咗呢啲野獸啦，生活呢，就大致上都叫平民啦。但係身體呢個好緊張嘅習慣呢，仲係保留住。簡單嚟講，就係話身體用應付一啲非常危險嘅方式呢，去應付日常呢啲呢少少唔開心嘅事情。所以重複啲講，你少少唔開心，個心係會悶嘅，個胃係會痛嘅，唔係你自己唔得。呢個真係以前我哋嘅身體一路遺留落嚟嘅反應。第三章，心碎嘅時候胃痛。而家就講清楚身體結構原理啦。阿叔阿姨，你可能會問：點解唔開心嘅時候最先痛嗰個係個胃呢？因為唔開心嘅時候身體就會緊張啦，佢會放出一種好緊張嘅激素啊。其實全身都受影響嘅。身體以為有危險嘅時候呢，就會將本身係流緊去嗰胃嘅血液呢，即刻調咗去手腳嗰邊。咁因為點解要將啲血液大部分供應落去手同腳呢？準備你走佬啊嘛，係嘛？有隻獅子撲埋你嘅時候，你唔通仲留喺度慢慢消化你琴晚食緊嗰餐咩？梗係走為先啦。好啦，咁個胃忽然之間少咗血，咁你就會揦住啦，痙攣啦。咁呢個時候你咪胃痛咯。同一時間呢，你個血係泵得快咗啊嘛，咁即係你嘅心跳就會加快咗啦。咁你又胸口悶咯。咁你所有嗰啲能量都聚晒喺個心口度，咁你又冇地方散咗去，咁你自然就會覺得壓住啦。第四章，我哋用3個簡單嘅方法，快速去緩解呢個心悶胃痛嘅感覺。阿叔阿姨，你會問：如果想自己冷靜啲，但係又控制唔到，點算好啊？好，唔使緊張，因為第一，你千祈唔好逼自己冷靜，做3個簡單嘅動作。個身體咧自然會放鬆，好易做嘅啫。好啦，記住有3個方法吓，隨時都可以做嘅。第一個方法，慢慢呼吸，吸氣嘅時候用4秒，你唔使一次過吸晒嘅，分2次吸，再吸，然後 hold 一 hold，唔好呼住。呼氣嘅時候盡量慢，大概8秒鐘嘅時間。
慢慢將啲氣呼出嚟。你呼氣慢一啲咧，個心咧自然就唔會跳得咁快噶啦。第二步，揾啲遠嘅地方嚟望下，就唔好淨係望住而家部手機啦。唔好睇住令到自己唔開心嘅事情啦。望下出邊嘅公園，望下出邊棵大樹，身體咧唔會覺得危險嘅，自然咧就慢慢放鬆噶啦。第三個方法，走去揾少少冰水潑下塊面，個身體咧就會好快咁樣平靜翻。呢個咧係真係好有效嘅方法嚟嘅。第五章，做齊呢啲方法仲唔緊張？係啊，正常㗎。蘇阿姨，你可能會問，做齊咯喎，仲係緊張，仲係心悶嘅，點解唔係即刻搞掂嘅？真係唔使急，因為身體嘅緊張激素咧係大概咧要60到90分鐘先正會慢慢散開嘅。所以就算你做咗呢啲方法咧，都請你畀翻呢啲時間，唔係你意志力唔夠啊，係身體咧係真係需要時間咧，慢慢將呢啲激素排走嘅。咁呢段時間你就靜靜地坐低，搵杯暖水飲下，等下啦，等一等就會好噶啦。呢個係每個人都面對嘅事情，絕對唔係你一個人嘅問題。第6章。日常有3個習慣可以減少咧心悶或者胃痛嘅。蘇阿姨，你可能會問，咁冇事嘅時候，平時做啲乜嘢可以令到身體會少啲因為唔開心而痛呢？咁樣好，有3個小習慣，簡單易做嘅啫。咁身體嘅警報器咧就唔會咁靈敏噶啦。第一，唔開心嘅時候要講出嚟，同自己講，我而家好委屈啊，我係唔開心啊。講出嚟咧係會舒服好多嘅，試一試。第二，多啲咧同屋企人有個溫暖嘅接觸，可能係攬下個孫啦，可能係攬下個老伴啦，身體咧就會放鬆，心情咧都會好嘅。第三，好好休息，每日咧瞓好一啲，得閒嘅時候咧行下，做下啲輕鬆運動，身體咧就會少啲緊張噶啦。咁每日瞓好啲係點樣啊？每日瞓覺之前嗰90分鐘唔好望手機啊！呢個真係我自己都試過，係非常之有效，就係咁簡單，可以瞓得好好嘅方法嚟嘅。嚟到最後啦，多謝你嘅聆聽。下次再有心悶或者胃痛嘅時候咧，記住呢個係身體嘅正常反應，絕對唔係你自己單方面嘅問題。做翻啲緩解嘅方法，靜靜地等一等，身體咧自然會平靜，好好地照顧自己，欣賞自己。身體咧係最誠實嘅，學識照顧自己咧就身心健康噶啦。祝你身心安康，事事順心。你將呢段片分享畀你身邊嘅朋友、老友記，幫下佢哋啦。多謝你。嚟到補課時間，對於好有興趣呢份研究嘅老友記咧，你可以繼續聽落去。呢份嘅研究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叫 UCLA 社會與情感神經科學實驗室咧，喺2003年喺 Science 呢份期刊度發表嘅。佢就採用一個叫做虛擬拋球遊戲去誘導社會排斥，對受試者進行一個叫功能性磁共振，即係 fMRI 嘅掃描啦，對比咧被排斥同埋被接納嘅狀態下嘅大腦活動。咁結論係點樣嘅咧？社會排斥嘅時候，大腦嘅前扣帶皮層即係 ACC 個活躍度咧顯著升高，同一時間咧佢就覺得個心理上面好痛啦。然後呢個 ACC 嘅區域咧，正正就係我哋感受到被撞擊嘅時候嗰個痛嘅區域，所以證實到兩者神經個位置咧係重疊嘅。然後喺2012年嘅時候，佢又再發表另一份嘅報告，就係話由演化角度咧去演繹神經重疊嘅意義。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咧，社會連接係生存嘅基礎嚟嘅。社會排斥咧喺演化之中咧借用咗物理疼痛嘅神經回路，通過疼痛嘅信號咧警示個體嘅避免社會嘅隔離，提升咧生存嘅機會。咁就驗證咗一種叫做阿片類物質對社會疼痛同埋物理疼痛嘅調節嘅作用咧係一致嘅。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即係中科院啦，
都喺2024年嘅時候咧，都做咗一個好類似嘅實驗，係證實咗咧頭先講嘅研究咧係正確嘅。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